因为这样要停一起停，不要说啊他要过啊车子还要等他啊，就我觉得行人就用行人的专用的灯号，就让他们行人先走完。因为这样子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过马路，我就不用太紧张，说等一下车子就要开过来，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过马路，然后不用担心。那最近政府呢，在各个路口设置呢行人专用的石像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呢，从社区走到学校，都会经过这样的像中正路啊、永福路这样的大马路的路口。那有这样的一个行人专用石像呢，就算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导护老师指挥交通，他们还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呢，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安安全全的走到学校来上学。虽然说看到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批评行人庇护岛的设施，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正常开车的话，是不太会撞到那个行人庇护岛。会擦撞到的话，通常就是转弯习惯不太好的人，所以就是行人庇护岛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然后可以用比较安全的弧度。那我觉得这样对驾驶跟对对行人来说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所谓行人专用石像，就是在路口的行人要记得看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绿人。车看这个3色号志，那人就看小绿人。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路口的这些号志的时间，特别区分出一个时段给行人来用。那这个时候4个方向的汽车都会停止，汽车、机车都会停止。其实行人专用号志这件事情，在台南市过去其实就有在采用只是可能没那么普遍。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视行人通行路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积极的来盘点。那市长也指示要以完成100个路口为目标。那我们首先在这个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商圈市场附近，行人会来通行路口比较多的地方来优先设置。100处的完成只是一个里程碑。那今年开始，我也跟同仁讨论，我们未来会对于行人专用石像的设置，会陆陆续续就车流跟人流通行的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日常持续往前推动的工作。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迎接农历过年，卫生局特别举办心理健康宣导，邀请真侪精神复健机构来摆档义卖，也有连续10档由米兰时尚发型所赞助的义展，以及书法家现场写春联，场面相当的热烈。市长委特嘛特别到场同乐，和大家用正面的力量共同关怀弱势。来到林新路卫生局的广场，摆满侪精神复健机构的单位，也因家己学员所制作的产品来义卖，吸引侪民众响应。市长委特嘛来到现场一一交关，邀请大家拢做回来关怀弱势，也让民众提前感受年节的气氛。空中上会太神奇，环游世界上便利，互相按赞足欢喜。为到过年之前，卫生局拢会扩大举办心理健康宣导，用春关送好礼活动来提供正确的健康出境观念。同时嘛，邀请书法家来现场写春联。市长委特除了到场甲大家同乐，特别今年拄好是台南400，佮有台湾灯会拍头阵，
所以邀请大家拢来台南行春。因为今年台湾灯会在台南，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台南400赶快欣赏台湾灯会。我们短短3天就已经累积了63万人次了。那今年的这个荣景可期，也希望大家过个好年，快快乐乐的过新年。那但是注意，该打疫苗还是要打疫苗，因为呢才能因为人流南来北往，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现场活动的重头戏，就是连续10档米兰时尚发现公司所赞助的义展。今年嘛，动员28位设计师，让需要的民众自头开始焕然一新。新春呢，在我们的发型上面很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可以很利落的很干净的，那看起来就很有精神的就是喜气连连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形象哦，就会对我们整个新的一年会有很好的一个运势。那由卫生局来做一个办理这样子的活动让我们这一些有需要的身心障碍的民众或者是需要有一些关怀帮助的民众，在这个迎新送旧的这个时令里面，都能够得到满满的爱跟满满的关怀感受到这个社会给予的温暖。台湾新闻本集采访报道。面对台南400，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推出跨国展览，向日本、荷兰等真侪国内外代表性的博物馆借来超过100件的文物，希望展现台湾甲世界历史相当珍贵。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推出国际大展，看16历史世界岛台湾盛大开幕。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自南下参与。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世界岛台湾”，是再适当也不过。那我也相信，从1624到了2024，我们希望未来的400年当中，使台湾在多元开放的这一条路上，更加的向全世界伸开我们的双手，让我们来拥抱世界。展览为1624年台湾建立国际视野年份出发，展场将近500平的空间，呈现出海洋台湾的气势。同时借着沉浸式体验 AR 加 AI， 让民众参像是伫咧400当前的时空当中。对台南来讲，这是一个400年的历史，但是对台湾来讲，其实不只是台南400了，应该是台湾400。台南300年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啊；台南500年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了。能够把握住这个历史的里程碑，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个历史长河中流过了哪些东西？展览自制上百件国内外文物，包含超过640公分的大型冰封，是日本重要的美术品，南蛮人来草图。另外，还有17世纪的西方油画，由纽氏牧师为骁龙社人宣讲及施洗图，第一摆伫台湾公开展出，引介了日本的海洋史、荷兰的后殖民史。以及全球史跟环境史的这些新的思潮，多元的去探讨台湾怎么跟世界做连结，台湾怎么进到世界的网络里面。透过16、17世纪珍贵的国宝，除了向大家展示无同款的台湾历史，同时向世界宣告台湾迈入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日本三井不动产集团伫台南所开发的 Outlet 已经届满2档，2月2號嘛正式宣布二期开发，同时盛大举办动土仪式，估计增加9000平，规划50間專櫃進駐，伫114年底試營運。伫人世界樂高的勞力組點，日本三井不動產集團伫台灣台南所開發的第3座 Outlet 已經屆滿2檔，伊嘛伫咱農曆過年前宣布加碼投資2期，就伫1期南邊的停車場用地起地上4樓的建築。2號動土儀式由該企業董事長親自主持。伫市長黃偉哲、副市長葉鐵山等各界貴賓的旗號聲中開講動土，希望再創營業高峰。那2期開發是因為其實我們當初在決定要來這邊展開我們的這個事業的時候，其實我們當初的事業計劃裡面本來就有分為1期跟2期。
那一起展开的时候是，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先行展开之后，我们也会去观察这周边，还有观察整个台南的一个市场跟消费者的一个习性。那当然这附近慢慢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住宅也越来越多，然后人口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相信这边的这个市场有它继续开发2期的一个实力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看到了三井公司的这个效率，也看到台南这个市场消费者对于三井 Outlet 的一个肯定，以及2期的期待。那这个工程在114年，就在明年底的时候就会完成。那我相信届时一定会在台南的这个消费市场造成另外一个轰动。据我了解，三井对前当2月中旬营业以来，已经吸超过1500万人次，同时带动周边帮地产一直兴，其中嘛归功铁道交通的经济。交通部铁道局过去很多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在我们各个高铁场站周边努力发展的所谓的 TOD 的建设。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投资伙伴，特别是来自国际的、来自日本的三井的这样的一个集团，让我们台南的沙仑站区呢，在短短的几年里面呢，刚刚我们91董事长特别提到，最近周遭有非常多的建案。今年是台南400三井2期伫即时动土特别有意义，估计114年的试营运。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湾十大灯会之一的虎城普济灯会已经迈入第12届，今年有1800个彩绘花灯，相当壮观。点灯动工吸真侪人潮，但市汉文化协会成员嘛申请汉服设灯会，彰显古早的场景。3、2、1，台南普济灯会。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一个贵宾到场为虎城普济灯会启灯，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较大，总共有1800拍彩绘灯笼，主灯邀请到艺术家洪毅，展出作品真浓又有余。这是普济灯，伊这是迄个台南第一间的王庙，它其实已经古办12档所以这其实一个传承一个文化，所以逐档拢有真侪人来遮参观。咱台南真正唔那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启灯当天有传统家灯、咖喱鱼的精彩演出。台南市汉文化协会近自发性邀集10位成员，穿着汉服来设灯会。除了要推广汉文化，马上要还原400当前的历史场景。秦汉魏晋南北朝各种朝代的所有的一个衣服，穿着汉服走在台南的灯会上，跟大家一起庆祝台南400。今年普济灯会展期将持续到3月9号，结束了后，也将精选出400拍灯笼，刷到日本东京做展出，将台南400的在地文化传到国际。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特别过年由议员林美燕所发起的爱心年菜联馆，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每一档除了帮助南区甲安平的弱势家庭以及边缘户，今年更增加了单亲家庭，希望互因伫围炉的时，买当享受美食。议员林美燕结合康黄金诸神爱心会、中华九子诸神会、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共同认购，以及真侪爱心团体加善心人士响应。今年总共募集1200份的乌骨鸡年菜，比去年增加200份，将分送给安平区加南区的弱势家庭。除了低收入户，今年还佫增加单亲的离小家庭。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哈，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一些就是充满了爱心的，包括我们康环金爱心会，还有中华九子，还有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等这些单位，当然也包括一些我们来自各地的一些好朋友哈，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已经有第10年了哈，第10年的就是针对我们南区安平区我们低收户的第2款这些的好朋友，我们就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送了一只鸡。我想这只鸡最大的目的的是讲哈，因为我们在单亲，我们这次送年
就是年菜的对象就是单亲。一开始为什么锁定单亲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年过节大家都很忙，大家办年货等等。当然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要围炉啊，假团圆饭。但是单亲的家庭总是少了一角，过程中他又要上班，然后又要就是说准备年菜。然后就是在过年就是团圆的时候，往往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做好完整性的一个就是采购，所以那时候就是花旗年的大家都在想，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是来买个年菜啊，这家年菜是一家鸡，菇鸡哈。那过年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它可以做锅底。它可以做锅底啊，你只要把这个年菜放进去啊，你别瓜蛤蜊菜呀、锅啦，还有火锅料，你弄了一下，你就很快的在就是除夕夜的时候跟家里的人吃团圆饭啊。爱心年菜分别伫议员林美燕的国民路甲原理服务处以及台南市议会3个据点来发送。市府包括社会局甲南区区长，嘛特别到场来致赠感谢状。感谢关政单位的诚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过去预防医学就是健康检查甲注预防下的观念，现在也个增加了全方位的生活建议甲健康管理服务。对此，美国多年历史生活形态医学会就透过饮食、活动、压力甲困眠等6大方向来下处方，希望落实固定的健康管理。伫美国有19档历史的生活形态医学会，台湾伫去年引进嘛成立了医学会。李新兼台湾生态医学会秘书长的基美病院预防医学科的主任蔡梦秀，伫去年底嘛正式取得美国生活形态医学专科医师的认证，并且落实伫家己的生活当中。蔡梦秀表示，自从家己进入医师的职场，体重就一直增加。后来透过亲自实践生活形态医学，成功伫个无需要药物的状况，体重就减了1成。1年多前的时候接触到生活形态这件事，就是我们的林鸿龙理事长跟我们提到，那我自己就开始研究，那开始看国外的文献，然后发现国外的医学会其实已经行之有年。那它其实并不是靠药物。它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回归这些疾病的根本。所以我自身为例子，就是大学的时候都有打球，都有运动，也是球队的成员。那进医院之后，压力开始变大。那疫情的时候又更困难，因为我们在医院会遇到必须要顾确诊的病人，所以我那时候也不敢去健身房，因为很怕自己得，然后让大家更多人得到。所以我那时候开始体重就开始增加。那后来呢，小朋友出生，变成新手爸爸，那照顾的时间又更长。那随着工作压力、睡眠不稳定、饮食啊、运动都没有做好调整，体重就一直往上。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依照我刚刚讲的那些方式来做调整，包含饮食、运动、睡眠、压力。那另外也开始多走出户外，多保持一些联系，心情上的调整也控制得更好。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暴饮暴食，甚至就没有运动。那在这个方式下面，就体重就慢慢的控制下来。虽然不像是药物啊或者什么方式速度很快，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个是可以持续的方式，而且它也是最根本的方式。医师提醒，透过生活形态6大面向的调整，包括对饮食、身体活动、睡眠品质、压力的管理、避免危害物质，以及正向的社会连接等。尤其进前疫情期间，人甲人之间接触变少，研究发现，孤独甲疏离造成疾病的风险，竟然甲逐工食15积分是同款的。从6个面向来看好了，第一件事情当然是饮食了哈。那饮食的部分其实有各种的说法，那大家也都常在思考这件事情。那我们认为，现在以国际上目前的主流来说，大概还是原型食物。那简单讲，原型食物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有点困难，那其实就是减少加工食品。过度加工、过度精致的食品，那尽量蔬食的补充必须要够，水果补充要够，所以在国际上探讨的其实是以蔬食为主，为基底的饮食。那活动这件事情更是重要了，活动这件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达到的人又更少。在美国大概只有不到30%的人可以达到建议的时数。那我们在台湾还是会建议大家每周大概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好，那这样子是一个很基本的标准。大家会觉得比较特别的有一个东西是正向社会连结啦。那这个实际是在疫情完之后开始发生的。
疫情的时候，其实大家发现对社会的孤独啦、孤立越来越多，那大家陪伴朋友啊、家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那国际上其实在美国已经做过统计哈，如果是一个缺乏社交疏离的人哈，就是没有正向社会连接的人，他的疾病风险跟每天抽15支烟的人是相同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们也鼓励大家还是要跟亲友保持正当的联系，可以参与社团活动，那多走出户外，好，那有更加健康的生活。医师表示，生活形态医学强调的是个人的主动参与加责任感，透过个人化的健康管理，落实对生活中做起，嘛用的远离过度来依靠药物。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迎接过年，家人朋友的营养师特别教大家如何选用好的油、加天然的香料来煮食，同时教大家用果加秋葵来做天然的空间，并把用吹、用烘的来代替钱的，让民众会当健康做年菜。部立基隆医院副院长陈维达、营养室主任张黄瑜以及营养师林玉婷拿着各式新鲜蔬菜、水果和菇类，展示基隆医院准备兼具色香味又营养美味的农历春节健康年菜餐盒。除了为基隆医院年菜值班同仁加菜鼓励之外，也教导民众可以依循这3大原则做出健康年菜，也就是第一，选择用好的食用油以及天然辛香料来做菜烹调。烹调用油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一种富含高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油脂，例如说芥花油、苦茶油或是橄榄油，都是很适合台湾会煎会炒的烹调方式的。那这些好油呢，可以用天然的辛香料来进行爆香以外，平常的烹调也可以选择富含丰富的风味的好食材，例如说大番茄、柠檬或是凤梨、红枣这一种，它们本身都富含有鲜甜的味道，可以为我们的料理增味，就可以减少我们高钠调味料的使用量。第二，则是善用菇类以及秋葵等作为天然的增稠剂。在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吃到一些有勾芡的羹汤啊，或是烩菜之类的？这些勾芡的料理啊，都是使用像地瓜粉或是太白粉这些淀粉类来进行勾芡的。经过勾芡的食物，它们的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值会变得比较高，因此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就需要特别注意哦。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材，例如说像是红喜菇、金针菇或是秋葵，这些富含水溶性的食材啊，它本身就含有一些稠度，可以帮助我们的料理增稠，就可以减少淀粉的使用量。第三，则是鼓励多用蒸烤来取代油炸。烹调的方式，油炸的话容易摄取到过多的热量，高温的烹调也容易导致营养素被破坏，还容易不小心就摄取太多的油脂。因此可以使用蒸或是烤的方式来进行烹调，就可以保留更丰富的营养素，还可以减少烹调用油。在点心的选择上呢，除了原味的坚果还有果干以外，还可以选择海苔作为点心的来源。但是要注意哦，市面上的海苔主要有3种，分别是日式的海苔，是表面比较平滑的这一种，还有韩式跟泰式的海苔。在选择海苔的时候，要记得选择日式的海苔，才是油脂含量比较低的哦。也可以选择单片的小包装，这样在吃的时候也比较好控制分量，一次吃个2-3包就可以了哦。基隆医院营养师认为，民众跟着营养师这样做，就可以健康做年菜，快乐迎新年了。另外，用这些蔬菜水果来做菜，要怎么样洗菜才能避免把农药吃下肚呢？营养师建议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不用加盐巴或是其他坊间讲的洗菜撇步，有时候越洗越糟糕。第一个，我们选择在地的盛产的，它的相对起来它使用的就不多哈。那再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清洗的动作嘛。那很多网络上面都会提到说啊，用这个用什么盐巴、用太白粉，很多啊，甚至什么清洁剂。其实，在我们来讲的话，真正最有效，因为农药有很多种啊，有时候如果你选择的不对，那它反而跟这个农药有一个不好，更紧密的结合，反而更让它没办法去冲洗掉。所以最安全、最保险的一个方式，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说清水哦，流动的清水，一开始先冲洗一下，把上面的一些沙土啦，或者是一些异物啦，先把它冲洗掉。冲洗掉之后呢，就是
流水泡洗，好，那就流水泡洗其实也不用太久，差不多应该10分钟、10几分钟就 OK 了。那要记得哦，我们蔬菜水果在洗之前是不切的，洗完之后再做切口，才可以避免食材受到农药的污染。基隆医院进一步表示，争取40年的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在112年12月15号终于在立法院3读通过实施，将可以透过这个健康专法，让民众在饮食上更有保障。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感谢收看2月6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